一起来看圣经，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，路加福音第19章1到10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4倍。”第9节，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以上讲到，我们请公报社社长陈佑生牧师为我们讲到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邀请耶稣进入你家，邀请耶稣进入你家。敬爱的陈牧师、师母、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常常有机会到会友的家里去，很多家庭里面他都挂一个匾，上面写“基督是我家之主”。有的时候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乔迁新居，教会也会送他那个匾额。但是那是一个装饰品，还是真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？我46岁才读神学院，在读神学院的前几年，有一次我带一个我的厂长，我带他到荷兰去，我们要买一套炸鸡块，那麦当劳有在卖那种炸鸡块，整条生产线。在飞机上，我那个厂长他告诉我，他说他父亲是在台南县佳里镇一间很大的庙当庙公。他是从小就给王爷做王爷做客囝。他说有一次，他的父亲在佳里镇看到一栋透天厝，看得很中意。结果他去看了几次以后，就跟那个房东约好说，他那一天要去下聘金，要把那一栋房子买下来。那天早上，他9点多先到银行领了20万，放在口袋里面，然后回到家，他带了2个神明跟他一起去。我不晓得庙公跟那个神明他们会对话，但怎样对话我不晓得，但他们可以对话。就当他们到了那一栋房子，他进去以后就没有10分钟，他气冲冲就跑出来。回到家里，他开始骂那2个神明。他说：“我带你们2个去，结果你们2个一句话都不讲，像哑巴。我是带你们去他送上。”那2个神明跟他说：“我们有跟你去。”但是我们到了那间房子，我们不敢进去，因为里面坐一个外国人，胡须留长长的，2个眼睛一直瞪我们，我们2个不敢进去。我那个厂长告诉我，那个房东那个家的主人是拜耶稣的，在他家里教会做礼拜。我马上问他，连你都知道，你都知道你的心灵都惊耶稣，你哪不来拜耶稣？你怎么不来信耶稣？他说：“我怎么可以信耶稣？我父亲是庙公呢。我细汉就王爷做囝，我要他信耶稣。”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2件事，就是第一，不是任何人都能信耶稣，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恩典。第二，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，那不只是一个匾额，不只是一个装饰品，真正耶稣就在我们的家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保守。我不晓得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曾经有邀请过一位贵宾，我们很尊敬的一个人物到我们家里去？比如说，那位你很尊敬那个人，他今天写信告诉你说：“某某弟兄，我打算7月20号要到你家当客人，
如果这样，我们心里会怎样？我们很高兴，而且开始很紧张，要打扫，要把家里面整理得很好，看要准备用什么东西来招待这位贵宾。如果耶稣今天告诉你说：“某某弟兄姐妹，我真的很喜欢到你的家，你是不是要邀请我到你的家？”我希望在我们今天结束礼拜后，你能够真正打开你的心，你跟耶稣说：“耶稣，请你今天就到我的家。”我们知道要邀请一位贵宾到我们的家庭不是那么简单，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。在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，路加福音19章这一段圣经，他说有一个人名叫做撒该，他是一个税吏长。我想就像今天我们的国税局的局长或是税捐处的处长这种人，他是一个财主，有钱有地位，但是内心没有平安。不止如此，圣经写说，人都看他是罪人。所以当耶稣进到撒该的家的时候，众人在那里私下议论说，耶稣竟然去到罪人的家里住宿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，在当时这些人对撒该没有好感，因为他是替罗马政府来向以色列人抽重税，让百姓的生活很辛苦。所以这种人在当时，大家对他不止没有好感，还讨厌他。台湾话叫做“够人玩”，他是靠外国势力来欺诈本国人，所以撒该在当时是一个很孤单和社会隔离的人。我觉得这好像是一幅图。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，虽然有钱、有地位、有权势，但是内心世界很孤单，和人中间有很大的隔离。这种人没有人要和他做朋友，人家看不起他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，耶稣来亲近他。我们看耶稣那一天他是要经过耶利哥城，耶稣他本来是可以直接走过去，但是当他走到一棵桑树下，他停下来，因为耶稣知道树上有一个人在那里要看他。撒该因为人他身材短小，所以在人群中他看不到耶稣，所以他一直要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他爬到树上，在树上等耶稣。耶稣亲近这些孤单的人，亲近人家看轻的人，人家不要的人，亲近那些和人中间有很多阻隔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在整本圣经里面，我们的神常常用这样做起步。在我们还没认识他，我们还没跟他亲近的时候，他先来找我们。这就是神的爱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圣经写说，当耶稣走到树下的时候，耶稣抬头看撒该，耶稣竟然知道他的名字。所以耶稣跟他说：“撒该，撒该，紧紧的来，赶快下来，因为今天我必住在你家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个人需要主，主知道；这个家庭需要主，主知道。耶稣知道，他今天进入这个人的生命，他今天进入这个人的家庭，在他的生命，在他的家庭要成为不一样。我们今天有很多家庭确实需要再检讨，在上帝的面前。神开始设立家庭的时候，上帝的原意，他是要赐福给我们。所以家庭若没有神，若没有上帝，就很困难维持正常的关系，因为人不够力量把家庭建造在没有根基的上面。家庭若没有根基，常常夫妻中间很困难互相扶持相爱，所以两个人生活就发生很大的问题。我们看今天台湾的社会有很多家庭，我们进到里面以后，那个家庭像监狱，像战场，这是让我们很忧心的地方。神设立家庭的时候，他的原意是什么？在创世纪1章26到28节，他写说，上帝说，我们照我们的形象，照我们的款式来造人，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。
所以上帝就照自己的形象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人，造男造女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来治理这地。所以在28节他特别提到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。所以神设立家庭的时候，他的原意是要赐福。所以我们若没有邀请主耶稣到我们家里，我们就缺少了神的赐福。那个从上面要给我们的福气，我们就失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家庭的确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。在家里有家庭礼拜，在夫妻当中有一起祷告的时间，跟神说，神啊，赐福我们的家庭，保守我们的家庭。当耶稣叫撒该的名字的时候，圣经写说，他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我们看，当耶稣进入撒该的家以后，在那里有什么变化？在路加福音19章第8节写说，撒该他站着跟耶稣说主啊，我愿意将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若是以前我欺骗过什么人，就用4倍来还给他。在这句话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3项事情。第一，当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家庭，在那里有奇妙的事会发生，有很多原来不可能的事会来发生。第二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许多时候，也许我们不晓得，但是神在暗中，也许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危机，但神在暗中把我们移过去，神在暗中保守我们。第三，当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后，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人的亏欠，对神的亏欠。当你邀请耶稣到你的家以后，你会发现，耶稣他走过那种奇妙。你进到家里，你会觉得说那种气氛好像不一样，因为耶稣在这里。你会觉得说这件事以前不可能发生，今天为什么会发生？那是耶稣走过的足迹。你会开始在那里来发现耶稣他所走过的足迹。我们看撒该这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？他以前是自私、自利、贪心、刻薄的人，但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？那就是耶稣走过的足迹。或许有一天，你刚好很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你，那个人忽然打电话给你，让你的事情得到解决。那是耶稣走过的足迹。有一次，在屏东长老教会，一位长老，他替他的亲人担保，他亲人做生意，他替他担保。结果那个亲人生意失败，导致这个长老要替他的亲人来赔那些钱。他心里很痛苦，为了这件事一直祷告，跟神求说：神啊，求你替我开路，让我有办法能够度过这个危机，免得你的名受辱。他祷告完以后，他忽然想到，在高雄有一位朋友，他可以去跟他来调度一些钱，所以他从屏东火车站坐火车到高雄。到高雄的时候，刚好火车站外面在下雨，所以他在车站里面，他想等雨停了以后再出去。他在等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人走到他后面，拍他的肩膀。他转过去一看，那个人跟他说：某某长老，你来高雄做什么？所以这位长老就跟他说：我来这里是因为怎样怎样，所以我来找一位朋友帮忙。刚好这个长老以前帮忙过他遇到了这个弟兄，所以那个弟兄跟他说：你需要多少钱？如果不是很多的一笔钱，你可以来我那里，你先拿去用没关系，等你手头方便你再还我。所以像这种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经常来发生，而且越来越多，这就是耶稣走过的足迹。第二，当耶稣临到我们生命以后，不只有奇事，也有神迹来发生。人的体力、人的脑力很有限，能力也很有限，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难免会发生失败或是差错。但是主耶稣说：让我来替你做，让我为你行神迹，让那些不可能的事来发生。
所以我们若有这种信心，我们若肯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一生当中就会不断的经历。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是 Billy Graham， 大家都知道格里汉牧师。在19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是哪一位？大家知道不知道？穆迪。在美国有一位19世纪最出名的布道家穆迪。像他们这种布道家，他们经常到国外很大型的布道会，所以这种布道家他们都有专属的乐团。在穆迪的时候，他的乐团的总指挥是桑体。这位桑体他不只是总指挥，他也是一位声乐家，很会唱歌。他说有一次，他从 Chicago 坐船回到在圣诞节的前夕，他回到他的故乡。结果在船上，大家认出来说，这个人就是桑体，这个人很会唱歌。所以那些群众就起哄，说：“请你为我们唱一首歌。”在晚上。所以这个桑体在他要唱歌以前，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。他说：“神，你要我现在为他们唱哪一首歌？”所以他开始唱歌。他唱我们刚才所唱这一首圣诗135首，求主引导，犹如牧人。台语叫做救主愿你做我牧者，阮拢倚靠你扶持，带到草埔，互阮啉食，备办羊条来保庇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。你赎回阮归属你，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他说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在群众里面有一个人从后面慢慢走到前面，那个人长得身高很高，比人多一个头，所以他很清楚看到那个人慢慢走到前面。他唱完的时候，这个弟兄走到前面跟他说：“桑体先生，你是不是参加过南北战争？”他说：“对，我在1862年我参加南军。”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有站过卫兵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当兵的时候常常站卫兵，我忘了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有一天晚上你站卫兵的时候，你就唱你刚才唱那首歌。”这桑体他听了越听越害怕，在没有人很清静的晚上，我站卫兵，你怎么知道我唱刚才那首歌？这个弟兄告诉他：“那时候我是参加北军，我们的军队派我到最前线。”我用爬到最前面，离你大概只有15公尺的近。我把我的步枪靠在树上，我瞄准你的心脏，我只要扣扳机，你马上倒下来。结果当我要扣扳机的时候，对面那个人开始唱歌，救主愿你做我牧者。在很清静的夜晚，深夜，他唱不是很大声，但是很清楚这首歌。灌入这个弟兄的心里，所以他枪没有办法开下去。他说：“当你唱完以后，我把我的枪坑你头壳，我用爬的又爬回来。”他说：“那天晚上，我如果开枪，你马上倒在地上，连我也会死，因为我进到你们部队里面，我开枪，很多人会来追我，连我也会死。所以是神救了你，也救了我。”这位弟兄走到前面，把桑体抱起来，在那里流眼泪。弟兄姐妹，在圣诞节的前夕，桑体为什么会唱这首不是圣诞节的歌？因为圣灵知道这个弟兄在船上，圣灵要救这个弟兄。我们的神常常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成为我们的保守。也许差0.1秒，那个危机就度过。我在1990年，民国79年，1990，我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一个大车祸，整辆车失去控制，撞到路边的电线杆，从司机的后面，车削成2半。我坐在司机的右边，我的司机后来在加护病房5天后去世，我完全没有事情。车从中间削成2截，前后离29公尺，在高速公路151公里的地方。在那件事以后，我一直觉得神真的是保守。那瞬间只要撞到车头、撞到车中间或者撞到司机的地方，我马上没命。他是撞到司机后面，所以车削成2截。当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，有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保守。第三，
当神临到我们生命里面以后，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看到你对人的亏欠，你对神的亏欠。我们还没认识主的时候，人和人中间互相都是要求。家里为什么没有快乐？夫妻中间互相都是要求。你没有为我做这件事，没有为我做那件事，你没有替我倒垃圾，没有替我清扫处内，你连我的生日你都忘了，没有买东西送我。你爱我不够，所以夫妻中间经常都是要求，家庭不会好，不会和睦。但是当耶稣基督进入你生命里面以后，你会发现说，我能够为你做什么？所以我们看撒该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将我一半给穷人，我以前欺骗过什么人，我用4倍来还他。”马上发现你对人的亏欠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能够去寻找我们对人的亏欠。有时候在家庭中间，父母没有尊重儿女，父母经常把儿女当成是我们的资产，他是我们生的，一切都要听我们的。儿女也常常没有尊重父母，夫妻中间没有用爱互相对待，没有守婚姻的约。求主让我们先看到我们对人的亏欠，将这些亏欠借着圣灵的力量一件一件来还清。像撒该，他说：“我还，我愿意从那种要求的人生成为给人的人生。”若是这样，我相信我们家庭会完全不一样。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当中当家长的，神给我们家长有一个很大的权柄，就是祝福的权柄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权柄来祝福我们的儿女。我们互相当中所需要的是祝福，不是互相猜疑、咒诅或是生气。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用我们的祝福来代替一切嘴巴所讲出来的话。我们看今天犹太人他们的家庭，今天世界上离婚率最低的就是犹太人。他们的家庭制度为什么到今天还那么坚固？因为他们很看重这种祝福。在创世纪49章22节到26节，我们回家再自己看。创世纪49章22到26，是当雅各他要离开世间以前，他把他这些儿子全部叫来，他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祝福。22到26是他对约瑟的祝福。我希望我们用这些祝福来祝福我们的儿女。当我准备这篇道理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祝福，我真的是内心很亏欠。我没有用过那么美的话，那么好的话来祝福我的儿子。所以希望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年轻，还没有当父母的，有一天你也要成为人的父母，所以你要用祝福来祝福你的儿女。很多年轻的父母，他们担心孩子怎样，他们每天都担心说孩子是不是有读书，功课有没有做完，有没有背英文单词，有没有弹琴。我们经常把神的能力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。即使你可以给他祝福，说愿神赐福的儿女，愿神恩待我的儿女。我相信他们一辈子会得到神的赐福，因为他们的父母有祝福他们。雅各有这种信心，他知道神给他那么大的权柄，他用这个权柄来祝福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家庭，当神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后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但是神的儿女，你有这种权柄，但是你跟神的中间这条线，你如果没有连接起来，你怎么有权柄来祝福你的儿女？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做我今天信息的结束。有一个老牧师，他说过他自己的见证。他说他从小他父亲就去世，他的母亲抚养他长大。在他成长过程当中，他的母亲是一个相当坚强的女性。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母亲哭，也没有看过他母亲笑过。所以他后来初中毕业以后，家庭经济不好，所以他读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毕业，在小学当老师。后
后来相亲就跟一个小姐结婚，一个家庭就多一个人。他说没有结婚没有事情，结婚以后家庭事情开始发生。他母亲一直觉得说，我这个媳妇把我的儿子抢去。我想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这样，但是有小部分的母亲会有这种感觉，因为这个儿子是他从小把他叫过大汉呢，他所有的爱都在这个儿子的身上，但是他结婚以后，好像这儿子的爱被他的太太抢去，所以这个母亲很仇视这个媳妇。常常他儿子下班以后，他的母亲就开始说他媳妇怎样怎样，开始讲他的坏话，所以他进去以后房间就骂他的太太，他太太听了也很不高兴，就经常这种事发生。他说他那段期间像酒魔心、石磨的心，就夹在当中，顾这边也不是，顾这边也不是。他说有一次他下课回到家里，母亲又开始在指责他的太太，指责他的媳妇。他进到房间以后，他开始要骂他太太，结果他太太先大声。后来两个人就越吵越大声，两个人就是，如果是婚姻就是这样，我们干脆就离婚算了。另外一个是离婚就离婚，两个人骑摩托车载着到法院，要去办公证离婚。结果去到法院那天，法院是公休，因为那天是司法节，法院没有在办理。两个人骑着摩托车到餐厅去吃饭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夫妻当中其实没有什么事。就是婆婆夹在中间，对，吃完饭以后回到家里又好了。他说有一个礼拜天，他的邻居邀请他妈妈去礼拜堂，他妈妈从来没有去过礼拜堂，第一次去礼拜堂。那一天牧师在台上讲什么？讲路德记，拿俄米跟罗德两个婆媳的关系那么好，他的婆婆先生去世。两个儿子去世，跟他的媳妇说：“你们都回去你们的故乡再嫁，我没有能力再生一个儿子来娶你们。”大媳妇回去，小媳妇路德跟她的婆婆怎么说？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我愿意服侍你，所以跟随她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婆婆坐在台下听了很感动。天底下为什么会有婆媳那么好？礼拜结束后，她来问这个牧师：“牧师，你刚才讲那个故事真的还是假的？”牧师说：“当然真的。如果真的，你可以介绍那个婆婆跟我认识，我要跟她请教。”牧师听完这也笑出来。这是3000年前的事，我怎么介绍她跟你认识？牧师说：“我送你一本圣经，你回去后先读路德记，然后从马太、马可开始读新约。”这个婆婆就拿了那本圣经，礼拜后就回到家里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头低低的一直吃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吃完就回她的房间。那天晚上出来吃晚饭，也是头低低，一直吃饭，吃完又回房间。他的儿子跟媳妇就觉得说：“妈妈今天就没同款哦，一定有什么事情。以前至少吃饭也会说几句话，今天一句话都没说，2餐一句话都没说。”他说到8点的时候，房间有人敲门。他儿子家里就住3个人，不会有别人，一定是他妈妈就来开门。他说他开门，他吓一大跳，外面没有点电灯，他妈妈站在黑暗当中，露出笑脸。他第一次看到母亲在那里站在黑暗当中，在那里笑，惊起来讲：“我的母亲就神经病啊！”他马上扶他母亲进入房间。他母亲进入房间以后，还没坐下来，第一句话说：“我今天我到你们的房间，我是要跟我的媳妇道歉。因为自从她嫁到我们家以后，我从来没有把她当成媳妇，我从来没有爱过她，我都把她当成仇人。我今天进到你们的房间，我要来把我的心不会系列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媳妇她能够坐在椅子上吗？她婆婆还没道歉以前，她先站起来，她先跟她的婆婆道歉。两个人在那互相求下面求赦免，两个在那里抱着，两个在那里流泪，互相求赦免。这个老牧师那时候还是老师，他站在旁边看，他说
怎么有可能这种事会发生？两个仇人居然抱在一起，在那里哭，在那里流泪，互相求赦免。他说，下一个礼拜，他的婆婆邀请他的媳妇一起去教会，两个人开始去教会聚会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说：“阮老母跟阮某以前是冤仇人，今仔日好像是姐妹，有说有笑，到外面去手牵手。我太太跟我都不敢手牵手，跟我婆婆手牵得那么紧。”所以这个老师他后来就讲说，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？居然能够让我的母亲跟我的太太从仇人变成那么相爱的人，我也要去教会看看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。他开始去教会，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他受洗，他把他的老师的工作辞掉，他读神学院，后来成为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当神进入我们家以后，有很多奇妙的事，有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在我们家庭里面就在发生。这个老牧师已经去世了，但是神让他的母亲成为家里第一个信主的，一人得救，全家得救。今天不止全家，有很多人，他的那间教会大概有4000个人，有很多人因为认识神来蒙福。所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进入我们的家庭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公报社从1885年巴克里牧师开始创办，到今天，公报社就是用文字传道，把福音用文字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传到台湾每一个角落，甚至传到世界上有台湾人、有华人的地方。我们在126年来，最早台湾的第一份报纸《教会公报》，这是台湾第一份的报纸。1885年第一份，一直到1969年都是用白话字，1969年以后改成今天的文字。这是我们第一份的事工，第一个事工。现在每个礼拜发行量是21000份，我们的教会公报。第二个，我们的事工是新眼光读经手册，前面是每日查经，后面是每周读经。有很多我们的教会，台湾的教会用每周读经当成他们小组聚会讨论的内容。现在每季发行48000本，这是我们第二个事工。第三个事工是在大概4-5年前，我们有一本颂音集，就是圣歌队在使用，里面大概有10几首、15首的歌，到现在已经出版21，一共出版第21集马上出来，现在出版20集。我们从第19期以后是郑明堂老师他当主编，郑明堂老师是天北文店真正大台湾神学院的老师，我们都他的歌很好唱，而且很感动人。这一本每季发行一次，我们都是照节期，母亲节的时候，第一季就有很多复活节、受难节的歌，每年的第二季我们会有母亲节的歌，到后面有 Christmas 感恩节的歌。现在每季发行11000本，这是我们第3个事工。第4个事工是我们今年1月才开始。你在电脑上打 TCNN 台湾的 CNN， 你打 TCNN 搜索，那就是台湾教会网络新闻的网络站，有台湾长老教会整个消息还有报纸都会在上面看得到。那是我们今年新的事工，从1月才开始 TCNN。最后一个事工就是各位手上都有更新，更新是1996年开始发行，1996年发行第一期发行5000份，到3年前我来到公报社以后，那时候是每一期发行11万份。我那时候记得，给外教派没有订更新的教会和长老教会没有订更新的教会，我们全部都发函给他们，跟他们说，更新是免费的礼物，不用钱。第二，更新是你不会传福音，给人家更新就是传福音。而且更新，第三，更新不分教派，因为更新里面全都是感人的见证。所以从前年的11万份，每周11万份，到现在这一期，我们后面都有印。现在这一期是178000份，我们的更新最后一页有写178000份。
所以我希望我们更新看完以后不要丢掉，你可以放到你隔壁、你邻居的信箱，你关心哪一个家庭，你放到他的信箱。圣经写说，保罗栽种，阿波罗浇灌，唯有神让他成长。所以你把更新放在他们的信箱，哪一个时候要成长，我们不晓得，神会让他成长。我们曾经接到从监狱寄给我们的一封信，他是一个受刑人，他写的，他说：“我如果能够早一点看到更新，我今天就不会到监狱里面。”他说：“我还有5个兄弟还在外面为非作歹，所以请你们，他有给我们名字还有地址，请你们寄更新给这5个兄弟，在信里面放了500块。”受刑人在监狱里面信主，他开始关心他这一些兄弟。所以今天公报社做的事情就是让福音能够传到台湾每个地方。而我们每年需要的经费是3600万，包括这5项事工，一共需要3600万。而我们全部都是免费，恩典是免费的。但是虽然是免费，还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支持这个事工，让耶稣能够进到每个人的生命中，进入每个人的家中。我们一起低头来感谢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神啊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恳求神，能够借着我们，也能够将耶稣基督带到许多我们还没信主、还没认识神他们的生命、他们的家庭当中。主啊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所做的事能够蒙神悦纳，也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你，让迦南教会在桃园地区能够成为一个灯塔，成一个灯台，照亮桃园地区。我们感谢神来对这间教会的眷顾和赐福。我们也恳求神来保守郑牧师在美国这几个月的期间，他出入一切都平安，也保守每个家庭有神居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。祷告，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